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翻啦，我哋即係HTC One 喺裏邊咧一部最薄嘅型號，咁就係 HTC One S 嘅。咁點為之最薄咧？咁呢部手機嚟講咧，咁其實就會係講緊7.8mm 嘅厚度嚇。咁7.8mm 厚度嚟講咧，咁其實喺智能手機上面，特別是講用金屬機身嚟講咧，其實係最薄嘅。除咗會有最靚嘅外觀之外啦，咁今次咧我哋 HTC One S 咧亦都會繼承翻我哋 HTC One 系列入邊嘅最靚嘅相機啦 ，Amazing Camera 啦。咁 Amazing Camera 之外入邊咧，我哋分別會有3樣嘢嘅。第一就係話講緊咧就係講緊個速度。咁我哋首先咧講緊呢部手機嘅啟動時間非常之快啦，嚇0.7秒鐘之內可以啟動到相機啦。而喺接下嚟嘅話咧，亦都做到1秒4張嘅連拍啦。咁用家再透過呢個嘅連拍咧，就可以拍攝到最多60張嘅照片。咁亦都咧可以即係透過翻我哋一個獨有嘅界面咧，去揀選翻一張咧，佢認為最靚嘅照片嘅。咁除咗速度非常之快之外咧，亦都講緊呢一個相片質素非常之高嘅。咁因為呢部相機咧就會用嘅一個嘅2.0光圈啦，會有 BSI 嘅 sensor 啦，甚至乎咧亦都會講緊咧就會有獨立嘅影像晶片嘅。咁所以其實一般嘅情況底下，譬如話今日喺一個比較相對暗啲嘅咖啡入邊底下啦，咁都見到我哋出嚟嘅畫面非常之光亮啦、清晰啦、明亮嘅。咁甚至乎有啲時候我哋可能遇到背光嘅情況啦，咁我哋都可以咧就係話透過翻去選擇唔同嘅模式，譬如話咧我哋去揀 HDR 啦，跟住再去做翻個背光嘅模式，咁令到咧出嚟嘅照片效果咧會更加靚嘅。咁除此之外啦，咁大家亦都如果細心留意嘅話咧，見得到咗相機嘅右手邊呢一部分咧，咁會有好獨特嘅設計嘅，就係話同一時間咧係會有個影相嘅出拍掣，另外亦都個拍高清片嘅攝錄掣嘅。咁點解咁樣做咧？因為其實有個好特別嘅用途就係話咧，咁首先用家咧係唔需要入去個設定入邊咧，慢慢去揀究竟今次你要影相定係拍片。咁一目了然啦，可以影相。跟住咧，亦都係可以去呢個嘅拍片啦。咁甚至乎拍片嘅時候咧，用家亦都見得到啦，亦都可以喺拍攝最高1080p 高清片嘅時候咧，再拍攝埋一張高質素嘅照片嘅。咁變咗咧，就唔需要話因為拍緊片而放棄去 capture 一個最好嘅相片嘅機會啦。咁除此之外啦，咁我哋呢部機咧亦都係會有內置到我哋嘅 Beats Audio 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無論用家係聽歌啦、睇戲啦，甚至乎係呢個嘅玩遊戲嘅話咧，都係透過呢個 Beats Audio 咧就提升個音效輸出嘅。